啊，莲姐，这边南北通啊，采光无敌。啊，唔錯唔錯，好靚好靚。呢度幾多樓嚟㗎？呢度18樓。啊，18樓。人哋香港話18層地獄喎，唔係得㗎喎。仲有咩樓啊？目前呢，1到10樓都有。一二樓一窮二白，一二樓唔賣得靚啫。3樓4樓都唔賣得，顛山島45354，全部佢啲人都滿晒。啊，咁5、6樓咪更加唔掂？五馬分屍，六親不認。咁啊更加唔要啊！唔出上八我唔想孤獨終老。咁七上八下亂七八糟，更加唔得住入嚟，都能夠夠。你咁講，9樓又買唔過啦，9死一生9泉之下，你想等你人生終點咩連啫？那10樓以上總行吧？還有一套15樓。嚇，15樓啊？話我更加唔要得。人哋話躲到初一，躲唔到15，一個劫嚟嘅。你話點要啊？咁唔使我睇啦，唔要啦，直接瞓地下算啦。地下都冇瞓啊，兄弟！啊，入土為安啊！起身啦！不幹了，住宿上去吧，節節高升。小朋友。